我睇下白羊座呢個教程，抽到嘅係普特。我睇下一個牌面嘅色彩格調，一個帶啲邪惡嘅色調，一個帶啲邪惡嘅花紋，一個帶啲妖異嘅花紋，俾人充滿一個好淫蕩嘅感覺，好妖異嘅感覺，好主動獲取嘅感覺。白羊座喺未來2個月，你嘅表現可能會顛覆你過往對你自己嘅認知。發生咁嘅事，就肯定係因為有發生咗另外嘅事，而令到你有咁嘅改變。咩事呢？會唔會係你跑步啊、健下身啊，對自身嘅自信心係突然間爆棚咗，定係某個靚仔、某個異性對你嘅讚美，令到你更加飄飄然。無論點樣，未來2個月，你嘅性魅力都係指數爆棚，指數爆棚，你會好迷人。對於你嘅伴侶嚟講，可能唔係好事，因為你有意無意咁吸引到另外異性嘅注意，因為咁樣，所以未來2個月，你同你嘅伴侶可能會發生某啲爭吵、某啲矛盾、某啲不信任。注意下，避免啲就係你喺外邊嘅時候，要把握住自己嘅情緒，少啲招風引蝶，因為有咁嘅跡象，就係會產生另外一件事嘅發生。其實我睇塔羅牌，或者同人哋一個唔同就係呢件事發生會係咩事引起嘅呢？一定聯想到係點？所以白羊座嘅朋友喺未來2個月，你會遇到啲桃花。至於桃花劫定桃花運呢，見仁見智。當然，對單身嘅朋友嚟講，呢個絕對好事。但係要注意呢，你嘅形象一下俾你所鍾意嘅異性定咗型，你以後就好難改啦。冇邊一個男人鍾意啲到處招花引蝶嘅女人，冇邊個男人會鍾意咁嘅女人。你可以有咁嘅表現，但係俾異性將你嘅性格定咗型，咁你嘅關係亦就係雙方互相玩弄嘅關係。總結句就係白羊座朋友喺未來2個月桃花運爆棚，且真且實。有時候好事可能好事，有時候壞事未必係壞事。所以你可以感受到未來2個月你同伴侶相處時候，激情同不安交織。你哋會有激情，但係另外一個呢，就係因為你哋性魅力太過犀利，未來2個月令到你嘅伴侶對你嘅不信任感會增加，激情同不安交織。你哋可以想象得到未來2個月
你哋親密關係會更進一步，但係你哋親密關係又實在難以預測，因為嗰個取決於你係咪盡情咁表露自己。有一句話係：慾望如果冇節制嘅話，就會變成恐懼。記住嘅話呢，如果你有伴侶嘅話，記住就係慾望如果冇節制，就會變成恐懼。仲有一句話係亦值得同大家講下：愛情唔係征服，愛情唔係征服，而係並肩穿越黑暗，並肩穿越大家唔開心嘅日子。征服只係一個偶然、偶時嘅。妒忌啦、渴望、慾望，其實都係會引起恐懼嘅一個因素之一。你要注意係，對於單身嘅朋友、單身嘅你，即管偏下過時，你呢2個月可能會遇到一個眼神好似冷刀咁，即眼神可以殺人，但唔係迷人，冇搞錯。眼神好似一個鋒利嘅刀咁，可以殺人嘅眼神嘅一個異性，睇下會唔會即管遇到咁樣一個異性，期待下。